大家好，我姓莊，叫葉興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信仰見證。其實以前我對信仰冇乜了解，對我嚟講，信仰同自己嘅生活冇乜嘢關係。但係呢段時間，透過我太太同教會弟兄姊妹嘅陪伴，我慢慢開始接觸信仰，亦開始思考人生同神嘅關係。呢段時間我心入邊有好多疑問，後來弟兄個鼓勵，我同周傳道傾過一次，令我更加清楚我自己內心嘅諗法。我發現信仰其實好貼近我哋嘅生活，亦慢慢感受到一種一直以來未有過嘅平安。我開始願意去認識耶穌基督，我開始明白人係會軟弱，又會做錯事，呢啲就係罪，而靠自己個力量係唔可以改變到佢。但透過信仰，我認識到耶穌基督為咗我哋嘅罪釘十字架，願意承擔我哋嘅過犯，俾我哋可以重新開始。喺呢一刻，我心內好清楚，我願意相信耶穌基督，亦願意交給我嘅生命及主，俾主帶領我哋以後嘅路。所以我決定受洗，以表達我對信仰嘅選擇。我願意繼續去認識神，喺教會成長。多謝牧師、師母、傳道同長老嘅鼓勵，多謝弟兄姊妹嘅陪伴，亦多謝神一直嘅帶領。感謝主，阿門。